布里拍片因为客家老早88前议案以及光电设立甲前经法局长涉嫌贪污议案等重大争议，影响民众对台南治安甲清廉的信心。市长吴惠贴10号邀集相关单位紧急召开记者会，强调所有行政程序拢是公开透明。以99年到104年所发生的非法罗渣案为例，对前市长赖清德任内废除执照开始，到市长吴惠贴主动清除，将不法以上拢会看得检检。台南市政府当时是赖前市长，在104年9月21号的时候就已经废止那个行为人的许可再利用的执照。那黄市长上任以后呢，更主动积极来办理这个炉渣的清除作业。那只是环保局要以主动清除炉渣，主动移送检调，而且主动公开炉渣办理情形。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整个炉渣的清除办理情形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右上角这里，绿色跟黄色是工业用地，那左下角黄色的这个是在大湾段的是农业用地。那在工业用地里面，61地号跟240地号已经在110年12月7号跟111年2月20号已经清除完成。那在蓝色的部分，蓝色的804号地号，那也是要求清理人行为人要在今年的4月30号前要清理完成，都要去定期巡查，只要发现有不法的非法弃置，立即通报检警来追查不法。另外，针对88前议案，警察局长对来表示，已经审押5名嫌犯，正积极查扣主嫌的过程。市长嘛强调，其实对108年到111年枪击案的件数，已经大幅度降低71%，借此来鼓励基层的士气，嘛让市民安心。暴力犯罪发生数降低，枪击案件发生数降低。扫黑的件数增加，拦阻下来的就是第一线拦阻下来诈骗的金额增加，这表示后2个表示大家的这个警察以及相关我们包括银行行员大家的努力来防止诈骗，所以减少民众的损失。因为案件发生钱汇出去了，就算歹徒抓到了，你到时候钱也追不回来。前2个部分是经过警察、警务人员还有所有协勤人力的努力，所以扫黑所以这个暴力犯罪发生降低这个枪击案降低，这部分是警察局所提供的资料。我相信没有警察敢吃案，所以说面对这么重大的案件，所以说也接受大家的监督，那也可以细节的部分，检察局也会再提供进一步的部分。日前，经法局长涉嫌贪污议案，警方主嘛强调，对去年5月初接到检举以后，就主动行政调查，绝对无拖延，嘛无暗藏。伫以上检调以后，嘛完全配合，希望案情会当赶紧水落石出。咱的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